大家都知道蒙牛係中國非常出名嘅乳製品品牌，但好多人未必知道，蒙牛當年其實係由一間幾乎冇資源、冇背景、冇工廠嘅小公司一路逆襲成為乳業巨頭，而背後最關鍵人物就係牛根生。有人形容佢，蒙牛明明係一頭牛，但卻跑出咗火箭速度。原因只有一個，牛根生極度識得槓桿借力。創業初期，牛根生身上其實只得100萬資金，對普通人嚟講，想進入乳業市場幾乎係天方夜譚，因為乳業本身極度燒錢，要工廠、設備、奶源、物流、市場，100萬根本連門口都未摸到。但牛根生冇選擇硬碰硬，佢第一件事就係借力。佢揾以前合作過嘅朋友同資源夥伴投資，結果短短幾個月內就成功籌到超過1000萬資金。呢一步叫資金槓桿，但真正厲害嘅地方仲喺後面。正常企業有咗錢之後，第一時間會做咩？通常都係起工廠、買設備、生產產品。但牛根生思維完全相反，佢提出一句好出名嘅理念：先建市場，再建工廠。因為佢認為，如果一開始就瘋狂投資固定資產，資金好快會被鎖死。設備一啟動，折舊已經開始，最後可能連做市場推廣嘅錢都冇。所以牛根生決定將有限資金全部優先投放喺市場同品牌。至於生產，直接借力別人工廠。簡單講，別人生產，蒙牛做品牌同銷售。因為佢明白，真正決定生意輸贏嘅，很多時唔係產品，而係市場。之後，牛根生再玩更高級一招，品牌借力。當時中國乳業最大品牌係伊利，而蒙牛只係一間冇人識嘅新公司。正常人可能會避開龍頭，但牛根生反而直接借力伊利。當年蒙牛打出一句經典廣告：創內蒙古乳業第2品牌。表面好似承認自己唔夠人強，但實際上佢成功將蒙牛同伊利綁定。結果全國觀眾一夜之間記住咗蒙牛，因為大家自然會諗，既然咁叫自己第2品牌，咁第1品牌係邊個？於是蒙牛成功借助伊利知名度，快速建立品牌。最後牛根生再進一步，佢同全國乳品工廠合作，由蒙牛提供品牌、技術、配方、管理，而工廠則提供設備、人手、生產能力。所有產品最後統一貼上蒙牛商標。最誇張係，牛根生根本唔需要自己擁有工廠，佢只係整合別人資源，建立自己品牌。其實牛根生真正厲害地方，從來唔係有幾多資源，而係佢非常明白，真正高手做生意，從來唔係樣樣自己做，因為如果所有事都靠自己，你遲早會被時間、資金同精力拖死。所以真正高級嘅商業思維係借力、整合、合作、放大，利用別人資源完成自己做唔到嘅事情。因為今日市場比拼嘅早已經唔再係你有幾努力，而係你有幾識得借力。你認同嗎？